欢迎收看《后生太上宫》，有法太家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在鼓了。经济人力银行对29岁以下后生人劳工的调查发现过，嗱後生人呢，其中有36.1%有真實投入嘅人對呢項嘅投入都無滿意。你就啲，你做事賺錢對人生來講係當重要嘅事情，唔過你嘅人生咁正經存下來係做事留賺錢天天咧。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留下向下嚟討論佢哋做事留人生之間嘅未來安排，眾場歡迎了。首先，老下有請到係志怡。大家好，我就是無投入規劃、冇成法規劃嘅阿志怡。今日老下小企到係你家。大家好，我就是心想嘅個退休成法嘅你家。今日下次都係退休啊，慳白咩唔是來啊？哎呀，被動收入歡迎大家來找我業配哈，什麼大家歡迎你們嗨嗨恰恰，謝謝。第三老小企到係英子。大家好，我係我真愛失敗無限，唔過超愛去做事就冇問題嘅英子。好，第四啦，小計都係好心。大家好，我係投入到成法做到結合強下嘅好心。第三老太小計都係假人。大家好，我係不管乜嘅投入都去做動好賺錢嘅假人。最尾老小計都係小鳳。嗨，大家好，我係當新聞做事最福下進攻納稅嘅小鳳。最近當辛苦，本爸爸已經種上啦。不過真嘅，你講到今日呢個主題，唔知大家有先前有看過個 Netflix 嘅一個樣片，連續算是影集啦，那叫做《艾米麗在巴黎》。上新千周年。啲朋友當到其實佢係一隻美國人走到法國去，為到自己嘅夢想咧做事，向我打拼。唔過咧，創頭尾又發生一件動神奇嘅事情，就講美國人同法國人佢都係對投入向我自己嘅夢想咧想法有動態嘅政策，比如講他的同事啊，給他同事這個創投文因為講艾米麗的人生就只有用吃菜嘞。嘿，怎麼會這樣？然後給我到一個很出名的句子，就是講 You live to work, we work to live。你係咩意思啊？你講你係講嘢咧來生活，你為到講嘢咧上來去做事，唔過咧。你係乜嘅？係為到你嘅投入是你嘅生活。同佢當場結實量，其實啲係兩個冇強嘅意思。你家先來分享下，唔似講係為到愛講嘢咧，爭起來做事，也係講你係留細條準好設計嘅成分。講到呀艾米麗，我就係艾米麗啦，吼，我就係咧為到成法去做投入嘅人。我做樣動創業，因為我自家係唔中意做自家冇中意嘅事情。故所我去做啱啱嘅我唔適合嘅投入嘅方案，我 say no 因為我做投入啊，佔人生嘅時間差唔多就1/3，係動到嘅時間咯。係講咧，你做嘅投入啊，你唔中意嘅話，就當像去進到地獄一樣，當你都係講哇好累哦，當缺嘅成法。故所我知道現在自家嘅投入同創業以外呢，咩唔好現在唔中意嘅事情，過後自家嘅成法較重要。雖然成法同投入嘅結合係較難調嘅啦。等下嘅後先會讓人講有乜嘢撈去結合起來，嘅順頭嘅講細妹嘅。自己先好咧。因為我聽他講，所以我就唔低了。好啦，我剛剛我就係班長艾米麗，用班過，因為我剛剛成個嘅會長我係班長，艾米麗，因為我都做定，我都係，因為我大部分都係親好自家嘅條路，大部分我做嘅條路，我自家都非常嘅中意，非常嘅喜歡。故所我就感覺講做條路，做啲本我感覺自家嘅生命非常嘅有價值，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意義，冇錯。因為那做嘅條路當好有人學我嘅方，我就會感覺哦，我嘅生命真係當有價值咧，我活下來是值得的。你那種動槍頭擺嗰種為來敲門來傳教嘅種嘢。冇啦，唔係愛用嘅意思。唔過有啲時間咩會為到個成法來做條路，係因為呢有啲條路某一天係完全就當中意嘅，地背都係會有啲唔爽快嘅事情。唔好可能一笪條路幾錢多唔多嘅，那係嘟嘟好我要東西有錢，非常嘅採購嘅時間，我就會接下來。再個有啲時係因為人情嘅壓力沒有啊，沒有可能。好先咧，你對於嚟講，然後投入遵守憲法，梗係處罰。冇唔錯，第一次挑戰阿志怡講嘅，要熱血嘅認同啦，我叫強用，因為我係而家撈憲法
工作透露结合强嘅因，生发式嘅工作式生发，有冇哇，講你的人生好故事哦。很開呢。很甜唔哦。係，因為我自家說當校去做了，乜難為行行緊因，有當校去驗驗啊，所以哦，我想講，我乃去做立行，了到相關的工作，應該係當好嘅事情，所以我哋下到立行啥地步？第地步咧，唔能夠做啲存錢。我去搞有50多錢，係咪當好嘅事情？還有啊，我自家要當好唱歌，要學音樂，所以哦，我去參加比賽，學寫歌。結果咧，立行撈寫歌兩件事情，要做啲結合強下。用班講咧，因為立行做咧本來有好多嘅靈感，而寫我想嘅寫嘅東西，你全部事情結合強下，唔係當歡樂嘅事情嗎？好啦，動真啦，很厲害，很厲害啊！可以再敷衍一點，沒關係啊。頭喺老人家就去做保全啦，你做現在出嚟快啦，同用 Annie 嘅爸爸媽梗係呢啲嘅做做到當辛苦，又唔啱啱講好冇？我真的很佩服好心做得到政法透露，用得結合到動好。其實係想法嘅問題啊，你若係盡好，你嘅人生是過下快樂。好，謝謝。好多啦，真係。拜拜。不過我真係冇法去接受安樣型嘅憲法啦，就是繞透露繞憲法，真嘅人嘅憲法地圖就動到，就會繞人嘅透露動有關係嘅。不過唔單講好心安樣型，安尼採從有一隻喊歐巴，他就是完全一個人生單強透露印證來講下，你知道冇人朋友單強人透露嘅人。哎呦，咩唔係按呢啦？我做可能啲頭擺我嘅經濟壓力較大，故所愛存較多嘅錢來照顧家庭，還講照顧自家。故所嘅兩時咧，捱啲大學行喺讀書嘅時間咯，係要超捱強下去食飯，我就會講排勢，我要去做事。故所嘅兩時辦婚禮就有一句名言佳句吼，係按嚟講。我請應徵去食飯，佢就無限；唔過超期去做事就完全冇問題。嗰種嘅兩時睇超期去做事，假使你下無限，基本讓你佔出時間。冇錯冇錯。你時間就從能夠佔下去有。係啊，冇錯。嗰種嘅兩時咧，我就會找朋友向下去做事，因為冇時間同佢哋打嘴鼓。嗰種你看像參加一隻節目，係唔係一號嘅？你看做啲同大家向下嚟打嘴鼓，係做啲存錢。我老人講，你自己喊白咪冇朋友。所以佢想法啲會燒千田。冇啦。冇唔錯，不過你財創正經嗬，你合會有一個勞工經驗，係愛學門學別得門三路係乜嘅？老人家、老經驗，還有嘛老成人。你財創是有一位老人家、老貨，你汪小鳳先生做啲老太太小改就好嘛？冇理到。我人係知道嗬，有啲人啊，家下講嘅意思就係講，有啲人係為到成法，故所愛神忙做事。有啲人係做世家下啲享受人生嘛，因為知道幾種嗬，係藝術家，佢喺享受嘅條路啲過人生，佢好識咖啡嘅就去開咖啡店，佢好18啦嘅，好去啲centre嘅，佢去做演員做主持嘛，有啲人好大聲嘅，佢做呢愛啊，係冇，佢就喺享受嘅條路，我講咩咧？因為我頭擺咩係做劇團，係啲表演咧，古時候我頭擺咩藝術家。條牌係為到騙人嘅劇團，我講啊，興趣是家有乜嘢好笑啊？我哋嚇我去甲結婚咧，我要去甲劇團咧啊，古時我也為到福卡啲三萬做事。唔佢講劇團就係家庭，看你下，你成日就為到拍上嘢都三萬大表。冇為到自家啦，冇為到自家。自家4多萬多咯。正經，你講熱愛嘅人正經，做爸爸媽媽真的從來不會為了自己，就係為到自家嘅福卡，為到自家嘅生活係冇嘅家人。其實咧，我係嗰種出門無朋友，做人多福卡無潮少嘅人嘅，我哋冇辦法去討講，哎呦呀，我呢動橋呀，前動少啊，哦，就做唔到迄些，做唔到，我天初愛去做，希望有一年呢，我做得寫，我終於強鬆，唔是強鬆啊，我終於有熱情嘅條路去做。冇關係，我嘅安普條做嘅水較多。
嘅本梦嘅时节吼，啲度爱有钱人财宝，嘛该做有，喊做在本梦做总统啊，做嘛该做有，做对嘛？阿唔就所以他报的，所以他报的哈，哦，慢慢本梦下。不过安尼观众朋友想下，头摆多了哈，真紧，咁要寻过去个好嘅头路，你喺寻头路之前，有乜嘅条件呢？等下转来继续来睇，向下来分享了。有些给吧，父母才，你讲你俩张嘛，你俩张有没有同钱财的吧？没有，我还冇懂没有，青你这样讲菜啊。我结婚就结婚，哪样简单啊？因为起码他结婚。多保每发现个嘅价值观啊，有人讲相观啊，咩嘛嘅人生的三观全冇强冇错，结果就要用牌听，就为了阿周顾强用分数。好了，中枪！我真的是站着也中枪。欢迎大家都转来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因为上一段时间有问过大家係像 Emily 強用，也係講其他同事強用，係講為到工業來去做事，也係講留條路轉做自己嘅想法嘛。不過撒下來有一個當重要嘅問題，仲呢個問題吼，接上又因為沒差，即係講。人個職場行、條路行嘅規劃，讓你人生嘅規劃，到底對你哋來講有乜嘅政策，有乜嘅冇強人嚟講，完全一樣，沒有改變。你講？個條路嘅規劃，從以下你做嘅主持人嘅條路嘛，比如講做啲節目啊，完之後條路嘅規劃就會知道，想要得獎啊，點樣競中獎，也就嘅獎項啊，所以就係條路嘅規劃吼。唔過講到樣人生嘅規劃，像我設計就是當上一啲30歲以前做得好，30歲以前好好嚟賺錢，不過30歲以後呢就好好嚟退休，好好個設計上因為嘅想法。就開始你上強多咧。不知道，我知道我做對，就話有人懂到個被動收入地方，下就對好好賺錢，我也唔是按聽佢，也就會愛上嘅人生生。冇關係，還有3年做啲本夢，你還有3年，好好本夢，看3年你夢會想咯，好，會不想，嘅好先。其實我感覺工作規劃，條路規劃是講我哋啲職場上對自家嘅要求還有目標啦。比如講我哋幾多年啊，做到乜嘅為咗賺到幾多錢。還有你係攞幾多人生時間用喺條路當中。不過咧，人生嘅規劃，我感覺係一生人嘅規劃。比如你一時做咧用幾多歲來分咯。比如講，我幾多歲愛買車啊、買屋啊，幾多歲結婚啊、共生啊，咁樣啊。自己來講，咁係強樣係安尼。其實人家他真人就會行一步算一步，像以前啊，你後生嘅時都會想到非常的簡單。呢種時間就想，我就讀書啊，讀聽研究所過後就畢業咧，畢業過後就進入一家公司，就做朝九晚五嘅投入。過後呢，28歲嘅時候就做嚟結婚，30歲就做嚟28歲嘅時間用嘛？結婚，30歲就做用嘛？共生人嘅嘛。唔過一下呢，幾多歲咧？29歲咧，還冇結婚，係唔係？嗰陣我就發現講青島嘅規劃。你都說得非常的簡單，青島嘅事業，大家都會講嘅計劃怎麼樣，趕不上變化，冇錯。嗰種人一下就係冇條路規劃，咩冇想法規劃嘅人哦。唔係，咁講，雖然講有些計劃父母財，唔講你倆張嘛，你倆張有沒有同錢財吧？沒有，我係冇同錢財。你這樣講，我結婚就結婚，哪樣簡單啊？因為起碼他結婚。好，你來談生活。你係實際，真然要結過婚，你係咪有生人嘅人？用辦嘅規劃，即個條路還有人生嘅規劃。我之前我是本自己聽2站目標啦，呢站目標就係30歲以前啊，古上日度就行來查，好30歲以前，前後設計條路嘅目標，開始3萬大兵，差唔多青花村嘅時間差唔多15年到20年啦，呢段時間咧，還就要準備第2隻集團，第2隻集團就係愛。好，差不多45歲開始，我來請第二春，唔係家庭嘅第二春，結婚第二春，唔係家庭嘅第二春，係條路嘅第2春。不過做乜嘅為到40歲、50歲變啊，就係想咧條路嘅第2春。因為第一隻集團哈，要打好你的江山，你喺經濟基礎。因為一開始哈，第一隻集團係勞企家付出嘅精神，然後勞力。第一個集團係賣設計嘅勞力賺錢，
天幾隻集團騎驢找馬，愛好好上一下嘅，唔做得做乜嘅條路，變做買騙人嘅時間來賺錢。哦，佢董強這現在已經50歲，忙啦，佢抬頭架係冇？佢迄個油啦，嘅都市油咩？都市就有槍啦，我老給觀眾朋友報告一下，王小鳳比我太兩歲聽聽。加入講到呢種，呢度一槍行呢種規劃，不過又近期呢老同鋪嘅個調查裡面又發現到，又當到後生人差唔多有40幾個人哦，第一擺簽投入嘅細節是完全唔知自己係做乜嘅。完全不知道，你想來做乜嘅？你用為來投 any 公司咧？我沒有就看到你的拼音啊，我就來了啊，完全唔知我來做乜嘅。咁你講一頭擺係安尼嘅經驗嘛？我其實我頭擺兄弟學生時期吼。每次都啊，就愛緊吃什麼？然後他講愛吃東西，唔係按有意思，係講愛嘗試動多嘅事情。比方講，尤其啲學生嘅個時間，吼，也期間當重要，而家期間啲讀書嘛，咩冇乜嘅經濟壓力，就做得去打工啊，做下線上嘅助教啊，又係你當到一條路來去吃寬啦。而未來嘅時間就做得尋到較適合嘅風味呀方向。故所呢，係講而按用嘅打工經驗，而啲未來尋條路嘅方案之後就。他有方向，咩底下講而自己轉從啲那邊啦。冇錯，佢當將嗰種網絡上勸善文嘅，今年喺中山。你就會勸善文吼。時代在進步，沙必改變，是非上的送人迎接。好咧，好，點唔係農業大路段嘅阿四姨，跟你對這個投入嘅規劃，應用版型來去規劃。其實我感覺投入嘅規劃就當像談戀愛咁樣，因為你青春期後生嘅時間對談戀愛呢件事情，就會想到非常嘅夢幻，非常嘅浪漫。不過真正開始談戀愛嘅時候，就會發現講啊，第三年有冇按呢？有冇按歐洲？唔係按遊戲啊，全部就會幻滅了，錯冇啊？係有錯冇？真見當初談戀愛嘅感覺。係喺唐創嗰種感覺，基本五個人講埋嘅時間，全部攞喺談戀愛要求下。冇，我講嘅係真見嘅，非常嘅真實，非常嘅貼切。因為唔係講呢，比如講，我家下就講到談戀愛真見搞無嘅時候，就發現講老七家雙雙完全冇用。就係你經歷一間公司嘅時間，一個環境嘅時，你一開始沒有聽到嘅分享，講其他，開始經歷過後，可能就會發現講要做些嘅內容，然後你本來上嘅完全冇用，就老看透我們談戀愛嘅個對象用用，就會講心碎了啦。本來想講，你老去當貨來，冇錯。結果都保會發現講嘅價值觀啊，有講想象觀啊，咩乜嘅人生的三觀全冇用了。冇錯，結果就會用版型，就會阿種顧強用分數。我真的是站着也中槍。你都快的，分數就會讓你這個這從到紅強用版是條路嘛，是不是一樣的？強嘅頭一樣。係，不過你談戀愛就會勁吃啊，衝擊啊，吃，亂吃，就會發現個哦，我適合適合那用版嘅對象，老頭又強用，我適合用版嘅條路，用版嘅。自己講，我當初談戀愛做得做條路都係斜槓，談戀愛咪做得劈腿。你係乜嘅意思？台這個轉去老兩團剪下來，本網台看。網台，我說談戀愛很懂貼切呢。冇啊，我同我阿自己來翻譯一下好嚟啦，就係講。前條路確實就係談戀愛苦用，因為一開始你咩唔可以去想到，我對方啊上到用班啦，嗬，自己家庭用班啦。那這個有上時，一開始有種被愛情沖昏頭，你對工作沒有安尼想象。熱情。唔過到係前條路嘅時節，開始就會想動到嘛，就想我到底好嘛嘅。如果有上時啦，你就會先看一下，點到過來看，你就想我一年想愛存幾多嘅錢。用錢來去前條路，你就來去看啊！哪一種條路要才挑，而家業績咧要符合唔嘅想象、唔嘅需求，跟住就來去試看啦，嚟先去做。有可能做一下你就做，懵嘅呢，越做越有興趣，做到最尾還有成就感，有可能嘅人生就按你停下來咧。嗰時就像談戀愛咁樣啊，咩唔係講一開始擘嘅全部就按你好勢，越做就會越好啦。你手唔錯就按用型啊。你談咗咧，
以後嘅認證佢嘅老公一定有錢嘅。你錢點本來做得冇？嘿，你非常嘅從事嘅東西，你嘅生命地位度就係做些，再過嚟做乜嘅？談戀愛。冇咁錯。你嚟就掌握嘅舌頭，就像談戀愛咁樣，條架一年啲麼？我會同愛唔本來嘅條路哦。你愛你。好甜啊！也比六三雙魚座要給秀秀哇，真的是快受不了了。太浪漫，甜欧巴了。那個野泡泡，那個夢幻的泡泡走在那個動態、那個動態、動爛態。揀呢？來講。冇錯，我呢雖然唔啲我中意物界啦，唔過我啲我唔中意物界。係，然後我談戀愛強要。冇錯，前男朋友咩下你啦，冇錯。古時候呢，我一下係望傳到男朋友呢。古時候我 IG 頭入邊，都可以嚇，係，冇錯。然後唔中意東西全部都提過咗，我將啲地都去錢，我要熱情嘅東西，我呢規劃我嘅人生，唔會想講我一錢要幾多，冇就發展要幾好，我呢會先我要熱情嘅條路。雖然講呢，有啲事情動態啊，動細都真理啊發票有冇？你都做得好多東西，就係講去吸引人，然後一條路。真理發票，好多買嘅東西。有，你就像處女座一樣龜毛潔癖嗎？我咪係處女座。難怪你暗號，對會多。誒，對我強下好嚟啊！你要出什麼事？好嘞，掂吼。其實安尼到名人堂有個作家就黃大明，就是老太在講，所有嘅透露嘅鮮菜，其實它都是一個養分。比如講，不管你鮮菜乜嘅透露，其實它不是一個壞處。這種你看，像剛才你剛才有講到，先吃嘛該吃嘛該這樣吃嘛，你要得有透露，就會變做可能難愛到難愛在兩位開出個法。所以講，這個養分啊，它不會。就是這樣不見，冇可能就按樣流體，佢可能就未來，你就另外一隻兩位，你真正學到的東西，電到啲新的兩位地圖就展現出來。韓國安尼德國的那個哲學家康德，佢就講到一句話，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特別。這個佢嘅講乜嘅來說講，緊緊的詞語係，不是你想要做，唔係你想來做乜嘅，係你冇想來做乜嘅世界，你是做的冇做該事情。哦，挺好的。你翻譯一下，好任性的一件，好任性的一句話。正面嘅詞唔係想來做乜嘅，係你冇想來做乜嘅，你就做的唔是做要的東西。係嘅夢想，係夢想。你嘅夢想，冇想來賺錢，唔過錢會來。睇下嘅夢想都會按用。唔過正經啦，安尼觀眾朋友咩想下，如果潛心咩投入嘅世界咧，係講人生規劃嘅世界，第一步要考慮嘅東西，到底係乜嘅咧？你等下再嚟繼續留下，向下來分享了。如果你下心算沒動講，你咪冇學過。187加256等於多少？什麼？187加256。187加256。好，謝謝。好，完全冇。這以後破碎係冇用啦。正義冇用。係規面嘅問題啦，嗬。係真嘅冇用。講爸爸咧係拿錢去豐富一條欣賞嘅人生。錢咩打中間？錢咩打中間？冇，聽藝術家嘅問題，藝一條我有問題。好，加油！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態上個嘅節目現場，加入滿到大家講，自家嘅人生規劃啊，韓國投入嘅規劃，都等用版型來安排。你先看一下，你列下嘅表號，就講15到29歲嘅後生人生來體白潛投入嘅時間，叫用版型來去拓嘅投入嘅考量到，乜嘅真係佢拓投入嘅條件咯。比如講有業績，還有福利，係佔嚟60.3%，還有。工作兩份投入係咪有穩定，係咪有天貼，唔係錢財運。第三咧就交通方面係咪同方便，係咪做參順頭，有一講又係同方便以上嘅客運嘅素材，有一個自家試查順頭只有停車場，又係考慮嘅方面。再來就講做得啲呢片學到乜嘅技術，有一個學到乜嘅知識。又係咩？大家全西方大家考慮嘅方面，不過一下就問題就係講，你自家潛投入嘅世界，最為考慮到嘅條件係乜嘅嚇？好先。哦，我先來講哦，其實哦，我係先投入嘅時間，我第一重要係我注意啲投入冇，我要現時冇。做落哦，人係想講，你投入啊，我係要幾多時間俾你等過？
做那些做得存几多钱，其实是投资报酬率的概念。所以 CP 值够唔够诶？其实因为跳摆真紧啊，人去做跳的时间其实冇上安多，是上讲要只要好存钱手，该有老钱婆嘛该。工作保障有没有都没关系。如果真紧去走跳路以后，人哋哎呦老钱婆按重要哦，係啊，所以每回让大家讲啊，人家都有些工作保障或者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很重要，一点不可以忽略。我注意。因为啊头先讲，有当到人维持到讲，有老婆欠婆。你假设你是正职员工，有老婆欠婆当成是一种福利，其实他们不能算是福利，他们叫做基本条件。所以讲你冇咧提供咧个，你才违法，除非讲你个公司是讲5年以下不用保劳健保，那种就是另当别论。可是你还拿了老欠婆卷走人家公司的一种福利，你就会觉得太夸张。这本单身你应该有韩国假使你今天因为以上下班的些顿案，你出差祸，假使你有老欠婆，还可以申请因公伤害。工伤，假使你冇老欠婆，这根本就不可能申请工伤，那就完蛋了，系唔系？咁呢？其實呢，我規劃我嘅人生啊，前面嘅目標呢就係創業。古時我前條路嘅時間，我就會去前我冇乜嘅能力嘅 visa 啊，比如講我一步嘅想去留嘅外國嘅銀行交通，我就直接飛去外國去上班。後尾過後呢，我就直接10條路，因為我就懂啊，做好，應該佢做好啫嘛，冇去做就會賺啦。其實呢，我但係想去學業技術嘅好滿天，後尾過後呢，我就冇去做嘅，因為我前面嘅目標就係創業。所以也係蠻成功啦。所以你就會真正動腔咧。跟阿小鳳看到安尼，動搖膽量，動搖膽量，你敢要安尼做？也冇安尼做，你會留佢盤死嘛？其實佢講嘅方向冇唔錯啊，因為大家講嘅做天意站目標就係天站目標係買時間，天意站目標就係賣時間。只是講佢天站目標蠻完成，佢就要做天意站目標啦。就較夾到天天而家咩動好啦。跟你知道人生嗰啲公司底部都會省錢那種，對你來講，這件咁有乜嘅關係冇？對你來講，我知道嗬，當然要少啲少嘅，基本條件係有嘅。其實好一間公司，唔容易去做嘅，根本就唔提供呢一間公司嘅以後嘅發展。發展會好冇？冇人去做唔啲啊！古時候我知道唔是上安多，先人去做啊，第一件事情就先看佢主管身體好冇。人家主管身體還很棒，哦喲，佢就快咧，因為我等幾行嘢，因為佢行做得做3生嘢。迄個喂到差唔多誒，哎呀，你就要開始忙掉誒，就係忘記咩？嗰3、5年係就好變。唔好按人家搞不好還沒40歲，不然講怪怕咩衰退去。你就先看人面帶強風一條政府，哦，我哋差唔多咧，哦，好變誒。之前那個講什麼？我知道啦，除咗家下講到一條事情啦，還有一點動創業就會講自我實現啦。像有種當然啦，就動產業啊，就比如講升遷啦，還係講要賺到錢喎，好多技術夢啦。我做到最尾就你話無價無殺，甚至會反映人生，就想講啊咪哦呀，我到底做乜嘅愛做一嘅咧，做無成就感。嗰種對我來講，唔單止愛賺錢，還係講我第一份投入地位咧，我同中醫我啲做一份投入嘅設計。甚至咧，我做講，我做一份條路，我當沙片呢，就唔會變成賺錢嘅工具人。故說自我實現咪當重要啦。冇錯，真緊吼，即係講有種人維持到為自我來實現，對他來說，這才是比一賺錢看到錢冇做白金來說，像認真安用去是做唔得，係冇。兩種就愛做到啦。兩種都要，給錢我你付退。係冇錯。嘅唔講人生嘅實現冇實現，唔講我知道你用啥去做唔對，做後生太上講嘅主持人，因為做乜嘅咧，嘅你樣樣事會動甜，因為嘅樣樣幾好，喊唔起啲嘛。做得，佢做唔對都呢一片。兒童節目可能做對。冇相關啦，你就改變啦，主持人吼就起到呀，啊來賓就起到呀，啊主持人坐雙飛。好，還做得用嘅木箱啊，電箱電冇錯，你撈到你樣樣見飲唔到。樣樣
登记做内幕点头，做要跳。好啦，既然讲到阿姊吼，有一个问题在问题在讲，你知道因为家有讲到离家上团节目就讲到你坚持都冇强让嘅透露，你認為講從小到大，要對爸爸媽媽要本上當嘅菜藝班樣學乜嘅鋼琴啦，學乜嘅抽水啦，學乜嘅珠心算啊，要當到嘅菜藝持到咁有效。這個時間學按到嘅菜藝，真係會感覺非常嘅煩，就講爸爸媽媽真係哦，學按到係做乜嘅？係啊，以前啲學教要用唔到。真係嗌啲學教下課嗰個嗌潮水係潮到嗌水體獻點哦。等一下，潮水都水體，真係溺水啊！難怪你叫曾子瑜。至於咁厲害嗬，對，哎呀，勁潮勁水。唔講你下多轉嚟上啊，其實非常感謝爸爸媽媽，因為一下出嚟做設計時節，有啲時真係會冇想到講，原來我做得用到一隻創意，啲冇強嘅地方，就你冇想嘅素材，就有新嘅機會會出現。嗰時候咩都係增加你人生嘅豐富度。跟到底從小到大學嘅哪啲菜藝？我後來青島，我先講下要鋼琴、畫圖、太師、合唱團、珠心算，青島講唔聽啦，我講兩時嘅。等你聽講，跳青嘅咪鋼琴畫圖、太師畫嘅書法嘛，即係書法咪做合唱團，還有珠心算。我感覺最尾咧珠心算係當摸好嘅東西。係啊。你跳青講解到東西嘅感覺係用得到，咁嗰個珠心算，你下手機當公司有個計算機咧。冇要相信冇強弱，因為要相信冇受限那個你講你下心算咪當講嘅咪冇學過。187加256等於多少？什麼？187加256。187加2。好，謝謝。好，完全冇。他自以後確實係冇用啦。正義冇用。係規面嘅問題啦，其實真係冇用。讓爸爸媽媽咧係拿錢去豐富一條欣賞嘅人生。係打送錢。冇，聽藝術家嘅問題，藝嘅條目有問題。好，加油！好，那問題就交俾我哋觀眾朋友，到底187加256等於多少？我真係不知道。該小伙唔知道，而學按到才藝，跟住還要培養人唔可以學按到才藝，你知道學按到才藝咁有效？好，答案係443。嚇187加256。187加256。443。我知道吼，當當然野外吼，喺設計外涵，哦，要喺本設計先人哋學嘅。其實當當喺才藝吼，最後變回應，你知嘛？用唔到啊！有啲講我要學跳舞，結果佢去科技業上班。我係沒有學跳舞。沒有學跳舞。沒有。哎呦，唔過有可能用得到。跳得好冇？你啲人係算表演咧，係有可能以後用得到。我遇到啲人咧，真嘅係冇規劃好。逼下聲人嚟學到要教字啊，要按艱苦，結果佢睇以後，佢讀嘅書根本就冇強方向嘅。因為當初按你逼佢做乜解喏？係嘛？你當到聲人嚟，其實對過小考試，佢就冇快樂嘅嘢嚟呢。佢就要考試以後，所以古上嚟講要慎選，當到才藝係冇必要嘅。我就問一句，你下扮演有安排冇？有啊。冇啦，我又唔會逼佢啦。學英文嘛，假使佢好咧，假使以後用得到咧，係嘛？係啊，如果假使佢用得到啊，冇本事嗰種係唔錯嘅。我知道係阿爸用得到，因為佢去學音樂嘅時節，就做得同媽媽嗬，條條去約會，故所用得到嘅係爸爸。冇，我係媽媽去上班，係我自己上班係去，而家先生做得。哦，呢個咧係同佢先生都知啊，先生搞到做得。你真見動歐巴，因為安用應該你講要認同阿自家講到，你從細到大要遷到野外去，為到成年後來可能發展也好，也講自家為頭擺冇學到嘅遺憾也好，你知道安用應咁好。當然非常認同自己講嘅，像我細個時間，我爸爸媽媽咩老我報名嚟當到嘅課程，但係我為到去學課程係記得係起碼嘅交費學當到東西。故所我之後學人到東西其實都有用，像家下幾個嘅珠心算，唔係講乜嘅計算機，嘅幾啲小學嘅時間，小學嘅時候考數學都好。唔考記，家考。故所呢，真嘅當到嘅事情都做得用得到。唔過我之後呀，好嘅東西啊，最重要嘅就像係
去跟认识朋友，还讲咩做对创业，出国去看视野共用，跟视野会更加打开。我知道好嗲到嘅传言，其实係伊重用嘅口场啦。我是到有动作嘅然后有的迷失啊，这种有一种迷失，就一学到的动作的东西，它一定会变成它以后的养分。不过假使你学过那的东西，只敢摸去锦绣，再讲你没有去看很多的那个比较世界观的杂志或是世界观的一些课程的话，你完全还可以抵两片，你完全唔抵。配上音对好嘛改东西，再讲你有的都讲，好像学的这些东西，你就变得动实际，再讲动强、动沙皮，那走来慢来一点，对不对？慢来一点。冇唔错，我知道讲有常时学就係一種感覺啦。比如講唔學運動，咩唔係講唔喊白天操就會拿奧運嘅金牌啊。啊，唔過你唔建立一種空間嘅概念，唔去學音樂，喊白心情唔好嘅時節，你就得彈鋼琴本去甲彈。啊，唔過有可能啊自己去甲彈吼，我越彈越才高。你係講天你喺講天講要睇到眼紅。五河啊，東河啊，手變悲傷手。要講天。韓國嘅苗農有個作家今日提出一個想法，就係講，你雖然簽嚟動作嘅才藝，不過最重要嘅是係乜嘅？清楚欣賞。對啦，冇錯，尤其係因為你從細到大咩動作美語課程，一講動作嘅才藝課程，佢係有呢個技能，不過佢可能冇法同樣辦去老師嘅技能傳出去。所以講，比如說，像很多美語課，有當然外師，對不對？佢真正不會講，比如講，佢真正不會講英文啊，而且我還特別找英式的，你知道，有很多爸爸對那種英國腔，哦。非常 Harry Potter， 哦，結果佢來咧，佢喊係唔會啲用半天教人家嘅聲音，用半天講佢發出個詞，怎麼去發出正確的發音？你的發音到底是哪裡錯？你那個什麼用半天表，真係錯嘅。所以要動作嘅原因，其實清楚欣賞真係最重要。你觀眾朋友們想下，從細到大，你潛頭路嘅時候會遇到哪啲困難？韓國兩個時代有青島後生要做斜槓搶眼，對斜槓搶眼，大家有乜嘅想法？等下再來繼續，大家聽下來分享了。請自己來做下好。我想係食拍，我天卓係請家呢，係冇？我想係食魚嘅時節阿簽小鳳阿冇可能，因為我是。Hello， 我知正嘅。親愛，記得講請個節目嘅主持人，該是小問機龍啥？有。Hello， 有啦，真係。Hello。你條冇喊咧，該是你冇喊，你哋嘅血脈嘅東西。我知道講自己公關，咩唔係做到以後啦。你知道懂好。歡迎大家多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假如老大家講過，其實兩下個時代對當個後生人來講，所以講斜槓、搶先、搶眼嘛。比如講，像下個自媒體時代，東風片、動力片，你打開手機嘅，眼皮就看到青島網紅、網美、網帥，所以講自家做自媒體，自己行銷。不過大家對嚟講，斜槓、搶眼兩隻詞，你對兩隻詞，你知道講兩係好。是一種褒義，再講佢係唔好，是一種貶義，再講其他嘅想法咧，保鮮。其實我講我哋現下咧社會哦，嗱，除非啦，你哋下傳統到錢咧，唔講錢冇所才好事。錢傳統到咧，冇我感覺啊，大生意全部係車工啦，因為用乜咧，馬上會險自家從嚟錢傳到，係冇？你其實我感覺係閒，用翻閒庭。咁樣講咧，有啲人休息嘅時節，感覺我休息就好好休息，去享受我嘅生活。咁個有啲人感覺，我休息嘅時間，乃係我做得存下多嘅錢，唔係講好嗎？其實哦，講下實在啦，乃係哦，我爸爸係郭台銘哦，你睇馬莎上嘅錢，你請講哦。哎呦，其實我做講咩無意聽係暗的啦，當然啦，假使我做得現車嘅話，我也希望我姓郭啦。唔過我現在重新投胎，好像也來不及了。唔，你做得看佢做嘅神馬攞嚟參嗎？還係講我同佢嘅神馬結婚。你可能就挺難咧。因為我太講咧，好啦，我做有條嘅年紀之後。
斜空喺呢度自我嘅實現啦。比如講，你看像上擺嘅東京奧運啊，嘅馬術選手陳小曼啊，咁不佢嘅家庭經濟咪算做得啦。唔係做得停停，對我們來說那是高不可攀。想唔到嘅，像個遠檔胸用完全守唔得。本人嘅條路咩唔可以踩，咩係動腔。我其中將自家嘅條路嚟先停下來，專心來準備呀嘅奧運，變成台灣第一擺有人來去參加呀嘅馬術項目，就係一種人生嘅自我實現啊。故種我做講，斜槓有上時候就做得來滿足一個願望啊，一個人生可以滿足各種願望。哦，動槍，這其實好像跳擺去參加乜心靈成長課程。那先讓你講，大家愛加油，大家愛正能量，大家愛正向，大家愛歡喜哦。我聽見喎。我先讓你講哦，我唔會讓你賣產品哦，我先講，我唔會讓你賣產品哦。照片拿出來對不對？做唔得，教你一起甲來講。其實我做斜槓強嘅好處，係做喺這個把時嘅，就會做馬街就做喺做馬街。唔過你聽咗我學用版管理自家，因為像我嘅條擺呢，喺我係下陣嘅，佢無條路好做，我就會當上一點嘛。唔過一下咧，我等於4點就放蟲。哇！嗰啲種菜係嘛？只要要種菜，要去公園運動嘛？要其實要去公園哎呦，要分數嘛？要我去彈弓啊！要諗係爸爸強下分數啊！真緊哦！真緊。你家你要聽他嘛？他們已經過退休生活了。真嘅退休嘅生活，故作示範運動啊，做些時間，盡量愛固定，我就唔會按緊做。我希望變做個斜槓，強嘅斜到做會跌倒，唔個斜就做得，我按斜。不過老頭仔報告，今年做嘅胖動好些，佢肯會做胖，我從來跳擺唔低，結果佢真緊動車呢。很會寫，動車擺鐵咧，唔係車都真係會盲踢起嘅。你而家可能按車嘅人，你有佩服佢嗎？誒，當佩服佢按車嘅人生，因為這個面試都揀嘅，就是哦，動厲害，佢嘅馬個天路沒壞，做馬個命路沒壞，還有殺嘅，嘿，講起沒壞，馬途沒壞，嘿，韓國沒壞做胖啊，韓國沒壞講黑化啊，從來哦按到嘅事情都壞。4點就放蟲。嘿，韓國做咩壞單工？做係我幾個種茶，聽到嘅厲害。誒，這個其實嘅車工強年啦，唔過呢，我記得有一句話吼，像我哋自家都係想係斜槓青年，我做斜槓青年冇乜嘅唔好，就真係完成自己嘅願望。但是我咩有聽過一句話係我先生老我講嘅，其實講嘢真正嘅有錢人吼，唔係佢做乜嘅睇條路，做乜嘅睇事業，佢做嘢乜成功嘅事情，係佢啲無論係乜嘅條路，佢都做得做。韓國完全搖唔死，按鈕就會真正的有錢人。我知道這個嘢激發在我的印象當中非常的深刻。就像剛才按鈕，無論佢幕前幕後，這個都搖唔死啊，拍唔拍就會真嘅有錢人。斜槓老闆，對呀，所以斜槓青年係咪懂吼？跟住我按骨頭就趕緊唱這番了。什麼？趕緊表示我係愛馬嘅事情。我起碼很愛強調這個，因為我剛才可能新冠足球，我不只想要走緊緊的心靈富足，也想要做副台動900人，係嗎？都想要做有錢人啊！冇錯。馬莎冇想要做郭台銘的聲音，馬莎冇想要做郭台銘的誰馬姓 Q。冇咁錯，不過真緊啊，到那個一場項有當到空空翹翹而去啲，你一場項到底有哪啲技巧係按你會勝啲嘅後先？其實我哋講我哋一場當項嘅溝通能力係當重要。係，除了溝通能力以外咧，公關能力咪係當重要。咁樣講咧，因為哦，你好，你嗱係有乜嘅乜嘅學嘅條路啊，乜學嘅機會啊，你做得到佢比如講，然後去紹介。我係馬莎。然後旨意紹介，但係嗰個紹介，以後佢嗱係要買機會，佢咪會上到來啊？會哦。係冇咯，會啊，相幫相踢。係互相幫忙啊！係啊，佢可能人家新朋友已經從青島嘅社媒嘅主持人，我叫當獎嘅，其實我之前透露真緊要。真緊要，假使真緊要，佢都講請個社媒嘅主持人，假使是有問佢兩聲。有，係啦，真緊要啦，真緊要。Hello，你條冇喊咧，假使你冇喊。
你哋嘅翕物嘅東西，但知道後期嘅公關咩唔係做到以後啦。而家都係啦，咧咁講嘅公關咧，你係當好嘅，因為安英走的哦，附送幫忙嘛，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那他們做得到，那我們就幫忙一下。那有可能記得可能芯片有你有注意力行嘅，其實會應該啊。冇唔錯，有。其實到了下，其實動因為主創時候打造自家嘅品牌。打造自己的品牌，就讓自己遵守一個品牌來打造。你要自己塑造自己的品牌，塑造自己的形象。比方講啊，台站容易啲哦，我買個事情，我係請李家來做下好；我買個發貨，我係請紙來做下好；我想係食拍，我天桌係請家呢，係冇；我想係食油嘅時節啊，請小貨，啊冇可能，因為我錢。我知正嘅。原來用到唔到，你買個事就簽你。有時要外頭咧，有時要什麼？出口在那邊，出口在那邊。謝謝啦，慢走不送。其實後生嘅意思即係講，呢啲係幫助其他人下後，記得假使有咁 NSC， 所以轉來多轉來讓你來聽少嘅小風格，真正愛滿意啦。要哪條嘅技巧啲人哋執從嗬，千萬愛要加要講到溝通，竟然講你一種最正義要創業嘛？冇講，而家這次都想針對我用嘅，唔過我真見知道，細細個下你聽我好爸多看書。從意思係反面嘅代表。你覺得這段時間我看書就變到你都係書，為乜嘅有人要看2遍、看3遍、看4遍，還都要看？因為一看得以後，要內化去解。講嘅話自然就係冇通用，因為當然話講嘅話要言之有條，言之有理，言之乜油條我想說係油條。唔過油條咩係啦，就係講唔講法要有分寸啦，係我曉得圓滑啦，係安尼油條啦，曉得講法啦。好啦，我哋唔講呢件事，就油條啦，哈，言之有條，因為安尼講法清楚、偏言啲，然後要做得解釋好，言之有條，佢講嘅就這種要懂得圓滑。係要發揮這種東西有一個課題。什麼形學長嘅意思就是講啊，出一種最超好咧。哎呦，佢嘅意思就係叫顯門量，全靠一種在。不過講真嘅，一講話兩種事情，你講話技巧假使又好，那個有的人真嘅啦，舞係咩本機講到變拍嘅，當然這是不好的事。不過假使你真嘅係一隻當唔講話當切嘅人，切槍切毒嘅人，你講話就會集中為特性人。那在職場上，你完全就算你技術當好，影響到事情天橋，唔會生氣你，係唔係？所以說話油條在職場上沒什麼可恥啊。有，你講法講得好吼，就我本人中意。係，尤其像假使人家主管像阿中古身體安好，我等於小哎給當機會，係，跟你講法就較圓滑啲。你係嘛個意思？你係嘛意思講清楚？你係嘛意思？你係說都按多年啲喎，你要點等，錯嘛？等退休可能要等半年過，嗰種等較甜啲嘅。不過講真嘅，基本上你講到即係講工作啊、人生啊之間嘅安排，像個艾米麗咁，一開始拿到嘅艾米麗嘅在巴黎咁樣來做你嘅老太太講，到底係你為到個人咧來去做事，一個老這條遵守自家嘅想法，我相信所有觀眾朋友們有自家嘅想法。最重要嘅係嘛嘅咧，人咧做事之前先想過，先去考慮過，慢慢嘅規劃，對定自家目標，將做得行講前啊！我記得啦，下禮拜今日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我睇家公。